这个最近青菜一直起，婆婆妈妈化艰苦。高丽菜一斤60块，等于一粒爱150块。啊，叶仔菜类的挂价嘛出现着5字头，讲台北市的菜价飙到59块半，是台北农产运销公司史上第4悬。农粮署估计过12月中旬，菜价就会回转来。 买菜紧啊紧，想一困啊才决定敢要去菜篮内底摕去互人帮。会安尼想这么久，就是因为叶仔菜类介绍酷伫咧起价。平常买大概到50、60块，今天到将近快70块。其实今年的菜价都是高的。你像从以往年大概差不多一把40、50块而已，现在一把200多。应该差不多100块。哦，啊，今天买多少？178。 没办法，因为青黄不接嘛。传统市场高丽菜每大斤起到60块左右，一粒称起来就要将近150块。真侪民众拢讲买袂落手，啊，其他菜色嘛拢酷伫咧起价。番薯叶线卖介绍比顶礼拜平均35块到45块，起上济来到75块。姜大斤上少起15块，山东蚵仔加啉10块出来，和欧巴桑妈妈是菜哪买嘴哪嗨。这个时候来讲的话，高丽菜应该是要回稳了。前2个台风，他们刚好种下去的时候，然后开始要成长的时候，然后台风来就把它扫掉了。这一段时间等于是断层了。风台扫过，造成菜色产地受到真大影响。不论讲叶菜类种花量减少，12月初起北市菜价嘛关要59块半。是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行情数据内底有史以来第4悬，就和农粮署副署长就拢讲，印象中无看过这个介绍，嘛讲预计12月中过菜价有机会回稳。往年来讲哈，这个时候是所有的叶菜类都会很亮，因为晚上很凉，白天有点温度。 然后它的成长速度会很快。头家嘛建议，最近培玲菜和油菜介绍拢60岁啦，啊那用菜是无起落，会当加买挂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